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细字台语安尼写细字，小心、当心、留神，台语讲细字。菜刀进来，切菜爱细字。一个人出门在外，万事爱细字。官愈做愈大，讲话做代志都爱愈细字。啊，你若遮尔啊无细字，甲规碗饭车倒。啊，若华语的客气，台语嘛讲细字。爱食啥做你食，毋免甲我细字。你著甲遮当做家己的厝，毋通细字。咱拢老朋友啊，你要遐尔啊细字，甲我行生婚礼。有一句话客仔话：海陵王溪水，就是假细字，就是假客气。海陵王住伫个海底，当然水是愈侪愈好，它都有拒绝水、吸水的道理咧。所以就是伤假啊，就是假细字、假客气、假妖怪。所以，佫有一句俗语：妖怪假细字，爱食假客气。就是明明足想要做某一件代志，但是食生生忘鸡身。像讲，伊就足想要食迄块鸡卵糕，搁伫遐妖怪假细字讲袂食。啊你哦，就是海陵王溪水假细字，明明就足想要做理事长，搁伫遐踢踢、咕咕摸摸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细字实在真趣味。